同款嘛是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台湾为着中国武汉肺炎头一个死亡的病例，是一个61岁白牌仔计程车运将。有人伫咧人面册，也有通讯软体乌白传消息，讲死者厝内人就住伫咧彰化湾林湾营病院附近，也搁伫咧第一市仔开干妈店，已经为着肺炎这个消息引起在地民众大家拢足紧张。落尾经过县政府卫生局，也搁有民政处进一步追查，发觉讲这个消息拢是假的。湾林区市长尤金雄嘛赶紧出面来回过。有关今日伫咱湾林，伫咱的 FB 甲咱的 Line 的内底伫咧流传，讲咱这回武汉疫情，伫咱彰化咱寿团病院有一个亡者讲伊有一个阿姐住伫咱湾林延荣医院附近嘛伫咱第一市场伫咧做生意这件事件，完全拢总无事实伫遮呼吁咱所有湾林市民，毋好造成恐慌，嘛毋好伫咱的 FB 甲 Line 伫咧四界伫咧传，安尼处罚伫遮呼吁咱湾林市民。昨伫咱的各学校，包括咱第一市场做消毒这个动作是因为咱每年咱的清洁队拢伫开学进前，拢会甲学校做一个消毒的动作。因为咱第一市场有较侪人，所以咱嘛伫第一市场来做消毒，这甲咱这回的疫情完全拢总无关系伫遮呼吁咱湾林市民，伫遮嘛祝福大家身体健康。